你说现在找个男的总他啥用不中，啥事不管，咋不中用了？中啥用啊？哎，你看现在的老公多好，你看又不给你争，又不给你抢，还啥都让着你。让我啥了？你看，让你做饭，让你洗衣服，让你看孩子，还让你挣钱，还让你承担所有的家务，还让你没有了底线。哎呦，你说这我一点也不给你教，是不？一年四季的给你冷干，让你热天感觉到一丝丝凉意，冬天具有抗寒的能力。那是了，我热天冻了个大盒啊，冬天给身上给穿点厚东西。天天跟你吵架，让你变成怨妇，哎呦，具有还手的能力。你出去跟人家打架，谁都揍不过你。你看，你老公啊，就像天上的星星，一路指引你前行。哎，你得感谢他。我感谢他啥？教你一身本领。教我啥本领？教给你。无坚不摧。无所不能。有些大神人说都无所吊位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感谢他，你知道吧？就有感谢的心。哎，你叫你这样一说，我真得回家感谢他去。我拿着扳子抢着螺丝刀都感谢他去。